日前，由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同香港國際語文集團共同設立嘅校企協同育人平台外語服務產業學院喺順德職業技術學院正式揭牌。外語服務產業學院係集技能型翻譯人才培養、語言處理技術研究、產業服務等於一體嘅產教融合平台。國際語文集團將喺業務、人才、科技、教研等方面為學院嘅建設提供支持，通過深度發掘同融合校企雙方資源，共同開展特色化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以滿足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對外語服務同專業人才嘅需求。學生的訓練呢，既有校外的一個教學的環節，也有在我們公司的實際工作場景下的和我們全職員工一起日常工作作為學徒制的一種工作方式，由淺到深讓同學們呢逐步的接觸那個真實的商務環境。學生將來的就業，無論是從就業機會，還是從他的一種就業競爭力，以及未來的這種可持續發展能力方面，都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未來，外語服務產業學院將繼續聯合澳門大學、澳門旅遊學院，將葡萄牙語、西班牙語等小語種翻譯服務引入順德，為順德實施產業6大倍增計劃提供有力支撐。學院也是可以作為產教融合的一個標杆項目，祝願我們的外語服務產業學院越辦越好，培養出更多的優秀的老師和學生。順視新聞記者何婉欣、陳超睿報導。